如果真像信上所说，朝廷很快会派人来解除咱们的武器。本将遵王爷令，立即带几十个人回云南。你们留下的人记住，朝廷的人一到，立刻放下武器，绝对不去抵抗。是。将军，你们返回云南，真的可以救王爷的命吗？现在这是最好的办法了。朝廷要真敢杀王爷，咱就反了他。分兵4路，包围营地，上！走！启禀将军，京城方向有大队人马向我们包抄过来。对吧？也不知道是谁送的信，送得太及时了。要是晚了，咱们就走不了了。传令下去，立即出发。洪大人，这些兵勇都很听话嘛。你们放心，不管你们王爷有没有问题，朝廷都不会向你们问罪的。你们是否得到什么指令？一点反抗都没有啊！回敖将军、洪大人的话，士兵们没有反抗，自愿放下武器，是因为平西王曾有下令，若朝廷的军队前来接管军营，绝不反抗，必须无条件的听从朝廷的命令。敖大人，启禀敖大人，卑职查明，吴三桂大将军胡国柱率50精骑，在咱们赶来之前离开了营地。你知道他们跑到哪儿去了吗？应该返回云南。什么？返回云南去了？马上给我追！这，胡头营的兄弟跟上！洪大人，你还想替他开脱吗？吴三桂派他的部下回云南，这是明摆着想和我们朝廷大干一场。我们马上回宫向皇上禀报。敖大人，你先行一步，本官随后赶到。洪大人，你还想留在这里干什么？我想留下来了解一些情况，事有蹊跷。吴三桂根本就不知道朝廷会将他抓捕，那怎么会派人来通知他的部下回云南去报信儿呢？他又何来机会啊？洪承畴啊，洪承畴，你我以前的关系不错，本王现在奉劝你一句：朝廷撤三藩的战争即将打响，我希望你千万不要站错了队。敖大人，请回吧。哼。大人，让开！吴公子，英雄，这是谁呀？他怎么认识你啊？他是皇上的侍卫统领，英大人。上次进宫的时候，他见过我。哼，来吧，将我也带走，正好我们一家人团聚。皇上没有下旨带你进宫，不过要请平西王福晋进宫一趟，有事相问。开什么玩笑！你们刚刚将福晋带走，现在又要带人？什么？有人将福晋带走了？臣已查明，胡国柱率人逃回云南之前，曾有几个骑马的人送信到吴三桂亲兵的驻地，信里面说，吴三桂已经获罪，被朝廷抓捕。胡国柱看了信之后，抢先一步，率50个精兵逃走了。送信的是何人？查清了吗？送信人是我清兵大办，我怀疑假扮清军的人定是天地会所为。一派胡言！这皇宫中怎么会有天地会的人呢？洪承畴，你为了替吴三桂开脱，不惜危言耸听啊！洪大人的话绝非危言耸听。这件事情很复杂，不排除这是天地会的一个阴谋。之前宫中就出现过2次小小的泄密之事，
朕同皇额娘一直怀疑宫中确实有天地会的奸细。现在朕派刘光才还有英格尔在暗查此事，不过都尚无结果，因此朕没有告诉过你们任何人。奴才无能，奴才一直没有查出真相，但此次事件可以确认，宫中确有天地会的奸细，奴才一定会加紧追查。这还得了？皇上，皇宫中竟藏着奸细，得赶紧把这些奸细抓住。这个奸细，他藏得很深，不过不急，朕一定会把他抓出来。眼下之急，是先一定要查清吴三桂与陈近南见面之事。皇上，臣说的都是实话，如有一句不实，该受9族之诛。千不该万不该，贱内不该到戏园看董小宛。贱内定是在戏园里被天地会的贼人识破了身份呐。这件事儿，皇上可亲审贱内陈圆圆。吴三桂，陈圆圆那里，朕自会亲自审问，不用你来提醒。皇上，此时定是天地会在藏，皇上你亲审贱内，自然便水落石出啊。平西王吴国柱率人跑回云南报信儿一事，你可知情？他跑回云南了？这个混蛋！我告诉过他，朝廷有军队前来，绝不能反抗，绝不能逃跑啊！他们并没有反抗，只是跑了几十个人而已。兴许胡国柱，他以为他回云南送信，朕就不敢杀你。他想得太天真了，太愚蠢！皇上，臣对属下管教不严，臣罪该万死，罪该万死啊！你的罪名尚未查实，起来说话。罪臣谢皇上圣恩，臣不敢起来。当时臣为了救陈圆圆一命，与逆贼相见，这件事臣不敢奏明皇上，臣亦戴罪。臣想胡国柱又陷臣于不忠，臣请皇上治罪呀！好了，朕说了，你的罪名尚未查实，等查实之后再说。皇上，如今当务之急就是要稳定云南的军心，防止有异动。臣请皇上马上下道圣旨，火速传送云南。皇上，请准许臣给云南的部将写封信，说明这边的情况，严令他们效忠朝廷，不可有任何异动。好，你写信吧，跟朕的意志一道火速送往云南。谢皇上。洪师傅，您对刚才的审讯是何看法？回皇上，此事的关键就是吴三桂所说与陈近南见面的情形是否属实。如果属实，那么吴三桂谋反之心就无从说起，他只不过是想救陈圆圆一命而已。英格尔奏报，嫉妒的人抢先一步抓走陈圆圆。嫉妒他们有阴谋啊！说吴三桂有谋反之心，并没有过硬的证据。陈圆圆那里也许有我们想要的答案，但现在陈圆圆在激斗他们手里，情况很复杂。皇上，不管怎样，要治吴三桂的罪，必须得有确凿的证据才行。对了，那天小婉与陈圆圆聊了很久，他们说了什么，小婉并没有跟朕说。不过，朕倒可以去小婉那儿问问小婉，看看
有没有这方面的讯息？吴三桂最爱的女人劝他反清，他都未同意，这足以说明吴三桂根本就没有谋反之心。是啊，小婉，你告诉朕的这个讯息非常重要。皇上，圆圆姐还告诉小婉，当时天地会挟持了圆圆姐，平西王为了救出圆圆姐，不得已才与天地会相见。是有人把这件事故意奏报给皇上，目的是要皇上惩治平西王，甚至杀了平西王。说得对，天地会阴险狡诈，他们想凭借此事来离间朕与吴三桂的关系。现如今，嫉妒他们一心想治吴三桂的罪，也没安好心。小婉想，简亲王借这件事执意要皇上处死平西王，是不是有些可疑？平西王见陈近南这件事，简亲王究竟从何而知？对，有道理。嫉妒可能欺骗了朕。朕判断这件事是陈近南主动向嫉妒报的信。启禀皇上，简亲王派人押着陈圆圆，现在把他押到了太和殿，并知会了其他各议政大臣。议政大臣们正要审他。皇上，英格尔，你立即去太和殿对众议政大臣传朕旨意，朕要同他们一起审陈圆圆。这，皇上驾到！皇上，议政会议正在审问陈圆圆的案件。皇上既然来了，臣等恭请皇上圣裁。你们真是权力极大，朕驾到也不跪应。总有一日，朕会削掉你们的特权。无案重大，朕想亲自来听一听。朕要与各位议政大臣们来共同裁决，方显慎重。洪大人到！叩见皇上，臣来晚了。不晚，洪大人来得正好。郑王，现在洪承畴已到，这议政会议才算是完整的议政会议。都坐下吧。谢皇上。你现在是吴三桂的正人，不是嫌犯，起来说话。谢皇上。朕问你，在江南你被天地会带走，他们为何带你走？什么时间？究竟有什么目的？他们带走圆圆的目的是想要通过圆圆与我家王爷见面。吴三桂与陈近南见面，就真的只是为了救你，没有其他原因吗？回皇上话，皇上可以想想，天地会是如此的仇恨吴三桂，在云南的天地会成员几乎被三桂赶尽杀绝，他们数次想谋杀三桂魏国。既然这么讲，吴三桂并没有承诺陈近南什么事情，他为什么会放你们呢？陈近南可是好不容易才得到一次杀吴三桂的机会呀！大人，事实如此，我不敢瞎说。虽然三桂只带了20个侍卫，可这20个侍卫都是1等1的高手。三桂还警告陈近南说，若他敢轻举妄动的话，陈近南也将必死无疑。所以我想，陈近南定是不想看到一个同归于尽的局面吧。总不会是说陈近南怕同归于尽就会放了你们吧？陈近南和他手下这一帮歹徒岂会是怕死之辈？朕倒相信这些。当初吴三桂因陈圆圆不惜反叛大明王朝，区区几个贼匪，他岂能放在眼里？朕相信他。
多谢皇上，圆圆的话句句属实。天地会原来的目标，便是让吴三桂起兵反清。但是要做到这一点，对我们天地会来说，那是比登天还难。吴三桂若不能为我所用，则必须杀他。因此，本舵主才谋划了此计，借简亲王嫉妒之手，将他彻底除去。来，圆圆姐，请坐下。皇上派人送我到这里来，有何用意？其实，请圆圆姐过来是小婉的意思。小婉跟皇上说，若平西王一案有什么疑团，兴许小婉可以从圆圆姐这里解开谜团。那这么说，那日我同你讲的话，你都已经告诉皇上了。是，圆圆姐讲的话，小婉都告诉。小婉可以发誓，小婉是真心为了姐姐。如果皇上治姐姐的罪，小婉愿意以性命相逼。妹妹不必发这么重的誓，姐姐相信你了。可是你救姐姐又有何用呢？现在朝廷他们要杀三桂，如果三桂被杀，姐姐是一定会随他而去的。姐姐，你听小婉把话说完。小婉不仅是想保姐姐平安，小婉也想保平西王平安。皇上，臣认为陈圆圆对小婉说的话是可信的。朕也认为是可信的。陈圆圆并无动机欺骗朕，若吴三桂有反心，又岂会进京来觐见朕？那现在皇上认为吴三桂所说的话应该是10分可信了吧？9分可信，还有1分可疑。那1分是？那1分便是吴三桂的部将吴国柱带人逃跑一事，吴三桂说他并不知情，但朕不相信他不知情，朕宁愿相信他是事先安排好的。皇上圣明啊！如果吴三桂担心他同陈近南见面的事情，朝廷会知道，他一定会做出某种的安排，以求自保。皇上，若胡国柱逃回云南，确是吴三桂的命令，皇上不打算问他的罪吗？对，他或是自保之举。他不承认，这是可以理解的。他这是隐情之罪，并不是谋反之罪。如果朕处置不当，那就会铸成大错，危及天下呀！皇上高瞻远瞩，胸如明镜。如今在处置重大案件上面，皇上乃是举重若轻，沉着干练，是我大清之福啊！走，立刻随朕去裁断吴案。各位王爷，是不是？我这万岁爷请各位大人到太和殿裁处平西王一案。众位爱卿，朕已得出结论，吴三桂并无反清之意，是天地会从中构陷，离间我朝中重臣。吴三桂不能放，案子还没有审清楚，还不能认定吴三桂是无罪的。请皇上明鉴。你们让朕明鉴？好。现在朕就问问简亲王，朕问你，陈近南与吴三桂见面一事，你真的是从你江南家丁的口中得知的吗？基督，皇上在问你话呢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赶紧如实禀报皇上。
回禀皇上，臣得来的消息确实是江南家丁带回来的。哦，那现在这个人在何处啊？已经回江南了。皇上，这件事情很重要吗？臣以为这只是细枝末节呀。皇上，本来是小事一桩，但是简亲王胆敢欺骗皇上，便不是细枝末节了。欺骗？简亲王为何要欺骗皇上啊？洪大人，未免太荒唐了吧？嫉妒，看来你还是不想把真相说出来。好，朕跟你换种方法说。刘光才，奴才在。这来人呐！走。皇上，基督，你这消息到底从何而来？为何皇上几番问起？到底有什么隐情？还不赶紧如实禀报皇上！快说呀！皇上，消息来源确有隐情，请皇上宽恕。有何隐情啊？说来听听。臣在议政会议听取吴三桂禀报的前一日，莫名其妙收到一陌生男子送来的一封信，信上言之凿凿，说吴三桂曾与天地会贼首陈近南见面，密谋造反之事。臣在议政会议假说，接到了江南的密报，吴三桂果然认了此事。皇上问起，臣不知这事是何人所为，怕对皇上解释不清，怕皇上误会，就在最初说是收到了江南的密报。臣绝非故意，绝无隐瞒皇上之心，请皇上原谅。季度啊，你收到的这封信，朕已查明是天地会所为。他们之所以把信给你季度，你要好好想想，到底是何原因呢？节度，这件事涉及江山社稷，你竟敢对皇上欺瞒撒谎，你这是犯了欺君之罪，你知道吗？犯了欺君之罪，那是要杀头的。好了，敖大人您的忠君，朕很欣慰。不过，朕不至于就那么点小气量吧？不然朕哪日不高兴了，难不成要把你们所有的人头通通砍下来？吉尔哈朗，朕说的没错吧？皇上圣明，皇上圣明啊！基督，还不赶紧谢皇上的不杀之恩！臣叩谢皇上不杀之恩。在吴三桂这件事情上，天地会用心极其的险恶，完全是在离间君臣关系。朕可以告诉你们，其实陈近南，他就是想把吴三桂和朝廷之间搅乱了，搅得越乱越好。要么逼吴三桂起兵反我大清，要么借我朝廷之手一刀杀了吴三桂。其实，朕要是定了吴三桂的谋反罪，就上了陈近南的当。因此，诸位议政大臣要清醒地看到陈近南故意设下的圈套，看清楚此事的真相。皇上圣明，皇上圣明，臣索尼没有任何疑问了。吴三桂之事全凭皇上圣断。唉，老臣愚昧，老臣糊涂了。皇上，老臣先前对事情的真相还不明了，现在皇上已查清是天地会从中作梗，我大清朝岂能上毛贼的当？
自相残杀呢？全凭皇上圣断。平西王，刘公公，传圣上口谕。罪臣吴三桂接旨。查平西王吴三桂江南天地会一案，是天地会设计的阴谋。平西王吴三桂谋反一说，实属无稽之谈，着平西王吴三桂无罪开释。谢圣上隆恩。小婉妹妹，皇上终于圣断三桂无罪，谢谢你的救命之恩。圆圆姐，你不用谢我，是皇上英明裁断，该谢皇上才是啊。皇上真是英明啊，务必请妹妹帮我向皇上转达感谢之意。圆圆姐放心，小婉一定会转告的，一定会。东主子，福晋该走了。圆圆姐，此次一别，也不知何日再能相见。小婉会想圆圆姐的。我也是，我的好妹妹，咱们后会有期了。小婉送送圆圆姐。皇帝对此事处理得甚为妥当，并没有被假象所蒙蔽，又很快查明事实，避免了一次冤杀。议政会议那些重臣也都心服口服。皇娘，不瞒您说，儿子为了让这几位议政大臣无话可说，为此还真是费了一番心机。不过这件事情最大的功臣还是董小婉。若不是小婉与陈圆圆的姐妹情谊，她也不可能问出陈圆圆的隐情，要不然朕还真难对付这几位议政大臣。董小婉的确聪明，这个额娘知道。还有3个月，皇帝就要亲掌两黄旗了。额娘希望议政会议交出另一半旗印的时候，大臣们放心，不出现任何麻烦。到了那时候，我大清就迎来了更加安稳祥和的局面。洪承畴，你说是吗？太后圣明，议政会议交出两黄旗印是件天大的事，老臣一定会尽力协助皇上，妥善做好亲掌两黄旗印的准备。恭喜太后，恭喜皇上。喜从何来？老臣今日安排了14格格，见过吴三桂的世子吴应雄。他们见面如何？洪师傅，朕的14妹表现如何呀？他们2人相谈甚欢，琴棋书画无所不谈。好，好。太后娘娘圣明，如果14格格同吴应雄真的能够奉旨联姻，这样吴三桂必将感念皇恩浩大，会更加忠于朝廷，忠于太后，忠于皇上啊！皇室与吴三桂联姻固然重要，但朕也希望朕的14妹能够幸福。皇上，既然14格格与吴应雄一见如故，臣想，他们如果有缘结为夫妻，必定琴瑟和鸣，于公于私，那都是天大的美事。再者，皇上就可以顺理成章将吴应雄留在京城，便可以保证吴三桂永无异心。圣旨到，传平西王吴三桂接旨。
臣吴三桂接旨。传皇上口谕，传平西王吴三桂携福晋陈圆圆即刻进宫，钦此。臣接旨。王爷，请起吧。公公，在下正要动身回云南，皇上突召微臣进宫，不知是何事啊？王爷，奴才也不知何事，万岁爷只是让奴才传旨，让王爷和福晋速速进宫，不得耽误。谢公公。王爷，请动身吧。好，请。哎呀，这皇上和太后娘娘赏赐酒席，不知所谓何事啊？好像是有2位大人要来，不知是哪2位啊？洪承畴深受皇上恩泽，想必只有洪大人知道其中的端详吧？洪大人是否能告诉我们？今天皇上赐宴为何呀？那2张空位又是给何人准备的？皇上太后娘娘驾到！皇上吉祥，太后娘娘吉祥。众位爱卿，都坐吧。谢皇上。皇后娘，这事儿您来说吧。诸位一定很想知道，是何事要在御花园赐宴，把大家请来，一起见证祝贺朝中的一件大事啊。回太后娘娘，老臣以为是皇室有什么喜事，太后娘娘跟皇上要与臣子们同喜。郑王爷真厉害，一语道破了天机。那么郑王爷又能否讲得明白些？郑王爷，请坐下说话。谢太后娘娘。是何喜事？老臣说不出所以来。不过老臣以为，这件事情跟这2张空着的桌椅有关呐。那咱们就等这2位到来，再揭谜底。平西王，请。谢刘公。启禀万岁爷，平西王吴三桂及福晋陈圆圆已到，有请。这臣吴三桂叩见皇上，叩见太后娘娘。臣妾陈圆圆叩见皇上，叩见太后娘娘。吴三桂啊，今日朕与皇太后在御花园设宴，是为了平西王和皇室之间的一桩婚事。是何婚事，你应该清楚吧？回皇上话，微臣真是不知道是什么事儿。洪大人昨天不是去你家提亲了吗？啊，洪大人昨天确实提过此事，犬子也到洪大人府上见过一女子，可是洪大人并未告诉微臣这个女子是谁。那今日朕告诉你，此女子
便是先帝的14格格，朕的亲妹和硕公主。臣不知，犬子见的是皇14格格和硕公主，臣真是该死。不知犬子是否冒犯了公主？朕问过14妹，她说她对贵公子的印象还不错。吴三桂，朕是有意册封吴应熊为额驸。臣的犬子哪能配得上皇室公主？臣谢皇上圣恩，谢太后圣恩。吴三桂，那么就在京城多待几日，等公子与格格的喜事办完之后再走。臣遵旨。对了，今日朕借这个喜宴再宣布一件事情：因吴三桂与皇室联姻，平西王的王位可承传世袭。皇上圣恩，臣唯有鞠躬尽瘁，谢皇上圣恩。吴应熊要留在京城，需要有一官职。朕赐封吴应熊为左副都御史，正3品。皇上铁恩，臣无以为报。臣明日携犬子进宫，叩谢圣恩。好，平西王，你们平身吧。谢皇上。谢皇上。平西王，坐。谢皇上。谢太后。谢太后。赐座。开席！诸位爱卿，今天是大喜的日子，一定要开怀畅饮，不醉不归。谢皇上。皇后娘娘吉祥。刘公公，皇上今日可喝得高兴啊？皇上喝得高兴，今儿是喜日子，皇上喝得十分高兴。那好，今晚本宫想让皇上歇在本宫这里。公公请皇上翻牌的时候，务必把本宫的牌子放在最明显之处。若皇上有意回避，有另择他宫之意，请公公务必提醒皇上，太后娘娘可是盼着早日抱上皇上和皇后所生的孩子，请皇上务必歇在坤宁宫。哎，奴才明白，奴才一定尽力去办。万岁爷，时辰不早了，该翻牌子了。万岁爷，想歇息在奶宫，奴才好传旨，让奶宫做好准备啊。皇后的牌子如此醒目，是不是她对你做过交代？万岁爷，皇后娘娘的确吩咐过奴才，说一定让万岁爷歇息在坤宁宫。皇后娘娘说，这也是太后娘娘的心愿。刘光才，今日朕高兴。今晚朕呢，就想歇驾在小婉那里，皇后娘娘那边，你就去帮朕表示一下歉意吧。万岁爷，太后娘娘也盼着皇后娘娘早生子嗣啊。皇后娘娘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，恭迎圣驾呢。别说了，朕说了，朕今日高兴，
朕还饮了不少酒，所以朕只能歇驾在朕最爱的女人那里。如果你们非要让朕歇驾在坤宁宫，那朕如果借着酒劲儿控制不住自己，一脚给踹下去怎么办？把皇后娘娘踹到床榻下，那该如何是好啊？小婉，这吴三桂一事啊，解决得好，皇额娘颇为高兴啊。还有啊，议政会议那帮大臣，不说是心悦诚服，那也是无话可说。一场危机安然过去了，朕真是甚为高兴啊！小婉看皇上高兴，小婉也高兴。来，此事你立了大功，朕敬你一杯。皇上可千万别这么说，平西王一案，小婉只是起到了很小的作用。小婉敬皇上，是皇上的英明，让平西王一案顺利解决。来，今日啊，朕高兴，好久没跟你谈心了。今日朕就歇在这儿了。皇上要住小婉这儿，那皇上不宜多饮了，否则皇上喝醉了，小婉的罪过可不就更大了？朕岂能在你面前喝醉呢？你也太小瞧朕的酒量了。再说了，今儿是什么酒啊？啤酒，朕不可能喝醉。来，这是太后赐给董主子的。小婉多谢太后娘娘赐匾。太后娘娘亲自题的宅名，这里面的意思，扣扣你明白吗？扣扣当然明白了，这虫草便是董字。太后娘娘是想告诉姐姐，这里就是姐姐的定居之所，便不要再想进宫的事了。姐姐倒真不想进宫，只要皇上能想明白就好。这次王爷不仅是全身而退，而且是荣耀而归啊！不错，总算是有惊无险呐。英雄做了额驸，皇上还下旨封他为左副侍郎，年纪轻轻便做了正三品，比我这个老子当年强多喽。如此大喜事，我看夫人怎么像不大开心呢？妇道人家有些事儿他不理解，回到了云南他就会好的。皇上跟王爷联姻，可算是用意深远呐。英雄留在京城，王爷只有老老实实为朝廷效力喽。这点，本王岂能不知？皇上联姻，我唯一的儿子就做了人质。不过，英雄做了人质，皇14格格不也绑在了一起了吗？待他们生下孩子，这个结就会打得更死。因此，本王和英雄的命应该会安然无恙。小婉，皇娘赐匾一事，朕也是刚刚才知道的。皇娘这么做一定有她的心思，不必理会。皇上，小婉是真心喜欢这儿，也想住在这儿。
而且如今太后娘娘赐匾，小婉住在这儿也是名正言顺了。小婉，朕想带你看看大清皇宫。皇上这是何意？太后娘娘赐匾，意在让小婉不再进宫。皇上何必要意气用事啊？朕不是在意气用事，朕在皇额娘赐匾之前就已经有了这个想法。你不知道，晨曦中的大清皇宫是如此之壮美，朕想与你一起领略此等美景。皇上为什么非要让小婉再进皇宫呢？皇额娘如今让小婉住在虫草园内，意思已经非常明显了，小婉不可再进宫。皇上为什么非要再逼太后娘娘，非要意气用事？小婉夹在中间，更是万难。小婉，朕带你去看皇宫，是朕的一个心愿。董主子，你就答应皇上吧。陈实的皇宫非常好看，你一定会喜欢的。姐姐，去吧。我们进宫的时候都没有好好看看皇宫是什么样子，进宫的时候把我们吓得要死，这次出来又匆匆忙忙的。唉，扣扣真可怜啊，跟着董主子，连皇宫是什么样子都没看清楚过。小婉，那小婉答应皇上吧。可是皇上，你一定要先奏请太后娘娘才是啊。小婉多虑了，皇额娘不会在意这些事情的。来，这么大，看，这是乾清宫，是皇上上朝的地方，是不是很壮观？是啊。小婉，朕要带你去个地方。这个地方就是朕每日坐朝听政的地方。怎么样，很气派吧？朕知道要到了，你紧张什么呀？皇上，玄武门那儿立着恭进铁牌呢。那既然到了铁牌，就去看看吧。董主子游览皇宫，到了玄武门前，哪有避开走的道理啊？你不觉得奇怪吗？小婉，我们去看看吧。走。英格尔，皇上要干什么呀？小婉，你看到这块恭进铁牌，
有何感受？小婉在江南时就听说过这块铁牌，可如今亲眼看到，仍感到十分震惊。汉人女子严禁入宫，违者斩。英格尔，照着牌子上写的，我们不是要被砍头吗？扣扣，照这个牌子上说的，你的头要被砍，你家小姐头也要被砍，朕的头也保不住。因为朕便是违令者。皇上说笑了，立这块牌子的时候，谁也没想到您和董主子的事啊。皇上，咱们赶快离开这儿吧。小婉看到这块铁牌，感觉如芒刺在背。芒刺在背，小婉，你说的太对了。朕背上这芒刺扎得太久了，朕今天就要把它拔出来。皇上，你要干什么？你可千万要冷静啊！小婉，朕现在很冷静。朕今天带你来看这块铁牌，就是想告诉你咱们现在的处境，明白咱们该怎么做。朕保证，你再也不会看到这块铁牌了。皇上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刘二云，奴才在。董主子今日已游玩皇宫，你们用朕的轿子把董主子送回去。这，皇上，去吧。那块恭敬铁牌让皇帝如芒刺在背。皇帝，那铁牌已经立了很多年了。那是因为之前宫中没有董小宛，这块铁牌便无所特制。可如今，儿子已经爱上了汉人女子董小宛，皇娘那时亲手立下的铁牌，现在对儿子便是无声的责骂。因此儿子才会说如芒刺在背。儿子恳请皇娘能够尽快下旨，将这块恭敬铁牌拆除掉。这个铁牌有1000斤重，你以为额娘能开这个口吗？皇娘，儿子一直在想，儿子只不过是爱上了一个值得去爱的汉人女子，儿子何错之有啊？处理朝政，儿子已经驾轻就熟，这一点皇娘和议政大臣们都有目共睹。可如今，每看到那块铁牌，每日都要受到责骂，每日都要忍受议政大臣们奇怪的眼神。儿子作为一个大清皇帝，那真的是龙威顿减，毫无颜面。这其中的利害关系，儿子还请皇娘三思。姐姐为何如此紧张啊？扣扣，皇上要移除铁牌。皇上走的时候态度异常坚决，姐姐是担心皇上会和太后娘娘大吵一场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姐姐如此聪明，那就帮皇上出出主意，同太后和那些王爷们斗，帮着皇上成为真正号令天下的皇帝。扣扣，不许胡说！皇上怎么不是真正号令天下的皇帝？挑起皇上和太后娘娘斗，这种事情怎么是我董小宛能去做的？姐姐，我不是胡说。皇上那么爱你，可有时候他自己都做不了主，我真替皇上感到难过。扣扣，你想帮皇上，姐姐比你更想帮皇上。但是想真正的帮皇上，是要讲究章法的。皇上倘若想真正实现他宏大的理想抱负，实现满汉一家的愿望，便必须要和太后娘娘达成一致。皇上必须要和太后娘娘和睦相处才行。所以姐姐最担心的，便是皇上性急过激呀。皇帝，可是如今董小宛不在宫中，皇帝为何突然提此事？
其实皇后娘您心里很清楚，儿子早晚有一天会把小婉再次接进宫的。董小婉自己想进宫吗？她不想。她知道儿子想把她带进宫，她跟儿子急了，急得都哭了。小婉，她真的是想一直住在宫外，她并不想回宫居住。那么董小婉不想进宫的原因，告诉皇帝了吗？她知道皇后娘不想让她进宫，不想让她在宫里待着，她看得出来。小婉她非常孝顺，她之所以出宫，是因为不想让皇后娘心里难受。她这么善解人意地体恤皇后娘，儿子心里都直发酸。皇帝，这个董小婉都能理解额娘的苦心，理解额娘对她的好意，额娘的界限。那么皇帝为何就不能理解呢？皇帝，你爱这个女人，就应该要尊重这个女人的想法。只要她不进宫，什么话都好说。皇后娘，儿子跟您说一句话：如果儿子不能将心爱的女人留在宫中，儿子这个大清皇帝就是有名无实。皇后娘，其实儿子并不是想让您下旨废除宫禁铁牌，只要你体谅儿子苦衷，找个理由把这宫禁铁牌暂移别处，移得远一点，这样儿子背上的芒刺也就消失了，也就舒服了。皇帝背上的芒刺消失了，但是他长到额娘的背上了。额娘就答应皇帝这件事，将这铁牌暂时移到其他地方。儿子谢过皇后娘。皇帝，起来吧。皇帝，你别过早道谢，额娘的话还没说完。额娘同意移走铁牌，是有条件的。皇后娘，请说。皇帝如果再请董小婉进宫，必须在接收旗印之后。这一条，皇帝必须答应额娘，否则额娘是不会下旨移走铁牌的。好，儿子答应皇后娘。反正儿子离接收旗印的时间不到2个月了。皇帝承诺答应的事，一定不能违约，否则额娘和议政大臣会很难办。皇后娘，儿子没做什么违约之事。是吗？皇后那里，你已经有许多日子没有去过了，这点你可没有听额娘的。皇后娘，您的话呢，儿子记在心里，儿子定会尽快地执行皇后娘的旨意，您看好不好？这件事皇帝上心就好。额娘一直盼着能听到皇后早日怀孕的喜讯。明白，明白。走。胡大人，奴才告退。这只是太后对皇上的一种妥协，并不能算是皇上胜了。以皇上的性格，他绝不会让董小婉无名无分地待在虫草园，而有太后和满蒙王公衡在路上，皇上和董小婉又能走多远呢？董主子，皇上说不过来了，但是皇上让奴才来告诉董主子一个好消息。那块宫禁铁牌已经搬走了。这是真的吗？我还一直在这里担心，这真是太好了。没想到皇上说服了太后娘娘，还移走了那块铁牌。皇上真是太厉害了。董主子，奴才说句真心话，奴才感觉皇上现在处理事情越来越冷静、细致、周到了。皇上的变化有董主子化潜一墨的影响。
话潜移默。姐姐，我现在越来越喜欢听英格尔说成语了。他错得越厉害，这事情好像就越顺利。是吗？皇上已经很久没来坤宁宫了，似乎有些不太适应了。请皇上先喝口茶，同臣妾说说话吧。朕不想喝，有什么话你说吧。臣妾是想同皇上聊点有意思的话题。这些话是关于皇额娘的，臣妾是想忠告皇上。跟皇额娘有关？你有什么话要忠告朕？皇上，臣妾是个直性子，臣妾对皇上秉忠直言，所以请皇上听了这些话务必仔细思量，千万不要生气。皇后的话，朕一定会好好思量的。你说吧。前2日，皇上因为那个汉女逼着皇额娘搬走了宫禁铁牌，臣妾知道这件事之后极为难过。臣妾觉得皇上不该为了那个汉女去逼皇额娘，让皇额娘痛心难受。朕没有逼皇额娘，朕是与皇额娘商量好了条件，因此那块宫禁铁牌才会被移走的。皇上同皇额娘商量好的是不再让那个汉女进宫吗？索尔娜，这些都是皇额娘让你对朕说的吗？不是，是臣妾自己要说的。臣妾为了处理董小宛之事，既惹得皇上不高兴，皇额娘对臣妾也极为不满，臣妾真是难过，痛心疾首。皇上，不要再让那个汉女进宫，惹得皇额娘心烦，让后宫不宁了。知道吗？你的忠言才让朕心烦。你的难受，你的委屈，都是你咎由自取。原来皇上是如此理解臣妾的一片忠心，皇上真是让臣妾伤心。今晚皇帝总算歇在坤宁宫了，但愿索尔纳不要惹得皇帝心烦发火，浪费良机。皇上这次去坤宁宫是做足了准备，只要皇后不要过于出言无状、咄咄逼人，那么这次良机是不会被浪费的。哀家已经叮嘱过索尔纳，他不会再犯错吧？索尔纳，朕今日不想跟你吵。朕来坤宁宫是想完成皇额娘的心愿，皇额娘想让你尽快生下孩子，朕只是不想让皇额娘失望。皇上对臣妾也毫无情意，仅仅是因为皇额娘的面子才来到坤宁宫，这还有什么意义吗？若是臣妾顺利地怀上了孩子，那这个孩子能平平安安地生下来吗？就算这个孩子平安地生下来了，请问皇上，你会喜爱他吗？索尔纳，你扯得太远，你想的太多了。朕如今对你的感情已是消失殆尽，朕相信这一点你应该很清楚。朕之所以能够来到这里，朕已经是十分的克制，朕只是想尽朕的义务。
不过，你同朕的谈话，朕很不喜欢。你为何要谈这不合时宜的话，让朕心烦呢？皇上觉得不合时宜，可臣妾觉得极合时宜。这些话，臣妾是必须要向皇上谈的。若皇上不答应，永远不让那个汉女进宫，那么臣妾将不会再与皇上同床共枕。若皇上不答应，永远不让那个汉女进宫，那便是对皇额娘的不孝。皇上这样会遭报应的。泽尔纳，朕知道，在你心里，你已经痛恨死朕了。既然这样，你为何还要求着朕来你这坤宁宫？你这不是自讨没趣？臣妾这是在给皇额娘尽孝，难道皇上看不出来吗？皇上不行孝道，可臣妾还是要行孝道的。索尔纳，你说你行孝道，你知道什么叫孝道？什么叫孝顺？索尔纳，你只知道骄横跋扈。你对皇额娘所谓的孝顺，无非就是想仰仗着皇额娘的权势保护着你。朕告诉你，这皇额娘的权势，你根本仰仗不了。今晚之事，你明儿自己向皇额娘去禀报吧。万岁爷，跟皇后娘娘吵架了。刘光彩，你去把朕的衣裳拿出来。今日朕把话撂在这，只要索尔纳还在坤宁宫一日，朕就绝不再踏进坤宁宫一步。便接到娘娘的传令了。皇上之所以这么恨本宫，无非是因为他那个董小宛。瞧着吧，过不了多久，皇上定会让那个下贱的汉女再次进宫。皇上逼着皇额娘搬走了宫这个皇后，当的实在太窝囊。本宫心里很清楚，皇上如今铁定又是想废了本宫。本宫这个后位，要与不要还有什么意思呢？都是董小宛这贱人害了皇后娘。董小宛，若不是因为你，皇上昨日便会歇驾在坤宁宫，本宫便会怀上皇上的孩子。是你让本宫失去了这个孩子，本宫定要让你用命来偿还。皇后的毛病没得救了，皇帝废后也都是迟早的事。太后娘娘，奴才是否把皇后娘娘传来，问问情况？不需要传，她来了一定是又哭又闹，惹人心烦。如今她对哀家也有埋怨，哀家训她还是教她，都没什么用。臣妾为了处理董小宛之事，既惹得皇上不高兴，皇额娘对臣妾也极为不满，臣妾真是难过，痛心疾首。不要再让那个汉女进宫，惹得皇额娘心烦，让后宫不宁了。因为你根本就没有正确领悟，知道你的忠言才让人心烦，你的难受，你的委屈，都是咎由自取。
今日朕把话撂在这儿，只要索尔纳在坤宁宫一日，朕绝不再踏进坤宁宫一步。皇上，奴才有一事禀报。起来吧，何事？回皇上，奴才得手下侍卫报，方才皇后娘娘从玄武门出去了。那可能是皇额娘让她出去办什么事吧。皇上，奴才有些担心，从玄武门出去，离董主子的住处很近啊。你是说，皇后去找小婉了？驾轿。撤！皇后娘娘驾到！董鄂氏恭迎皇后娘娘。董小婉，本宫是领了太后娘娘的旨意，专门来看你的。见了本宫，为何不行跪礼？董鄂氏恭迎皇后娘娘。这还差不多，总算是懂了点规矩。起来吧。谢皇后娘娘。姐姐，来人呐！皇后娘娘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皇后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哼，今日本宫便要赏你姐姐一张鬼脸。你不用着急，待会儿本宫自然也一同赏了你。娘娘，这是什么？皇后娘娘，你究竟要干什么？本宫今日便要毁了你这张狐媚我大清皇帝的小脸。本宫倒要看看，这皇上整日面对着一张能让他做噩梦的鬼脸，他会不会再爱你？皇后娘娘，莫要失去理智。皇后娘娘这么做，自己也不会有好结果。那么本宫也告诉你，你有皇上护着，本宫自然也有皇额娘护着。今日就算本宫毁了你，皇上也不敢对我怎么样。皇后娘娘这样做，太后娘娘绝不会护着你。董小婉，本宫就要让你变成鬼脸，去见皇上。姐姐，皇上驾到！皇上，躲起来！站！皇上，刚才好险，皇上再晚来一步，小婉就完了。朕知道，朕得到消息马上就赶来了，是朕不好，朕没有保护好你，让你受惊吓了。小婉知道，皇上一定会来救小婉的。没事了。索尔娜，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，你以为毁了小婉的容，朕就会不爱她了吗？你错了。不管小婉变成什么样子，
朕对他的爱都始终如一。皇上说的好听，姐姐要是真变成鬼脸，姐姐哪还有脸见皇上？柳公公为什么没有拦住他们？柳公公有差事进宫去了。那些宫女看见是皇后娘娘，也都不敢拦着。皇娘，儿子决定这次一定要废掉索尔纳。这次您不会再阻止儿子了吧？索尔纳太疯狂了，该废。幸好皇帝及时救下了董鄂氏。那废掉索尔纳之后，索尔纳该如何处置？儿子想听听皇后娘的旨意。索尔纳毕竟没有得手，董小宛只是受到惊吓，但毫发无损。额娘的意思是，就照着我们之前商议好的，保他个最末的妃位。皇娘，现在儿子相信，当初害果真小产的毒蝴蝶案，就是索尔纳所为。就因为索尔纳手上有毁容的毒液，皇帝就肯定是他做的。对呀，就是因为他藏有毒液，有可能还藏有其他的毒药。索尔纳恢复了监表之后，他也在追查这个案子。朕知道，他这是做贼心虚，贼喊捉贼。皇帝，果真之事，必须要有证据。皇娘，您放心，儿子已经下令彻底搜查坤宁宫。如果真能找出毒害果真小产的蛇毒，那便可以证明这件事情就是索尔纳做的。儿子待会儿要亲自好好审问审问他。额娘要提醒皇帝一句：皇帝如今对索尔纳恨之入骨，但是索尔纳是皇后，皇帝不能对她逼供，要掌握好分寸。这个皇娘请放心，儿子绝对不会对她逼供的。如果真能查出索尔纳就是毒害果真的凶手，那索尔纳的妃位，您看还有必要保留吗？这件事，皇帝先去查，有了结果以后我们再说吧。索尔纳，朕会很快下旨，废掉你的后位。皇后娘还想保住你的妃位，但皇后娘能否保住你的妃位，要看你的认罪表现。皇上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吧，臣妾都无所谓。臣妾只恨自己下手晚了些，没想到那个小贱人董小宛，竟是如此诡计多端。故意同本宫东收西扯，拖延时间，害本宫上了他的当。诡计多端，哼，看来啊，你根本就不知道小婉有多善良，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善良为何物。朕告诉你一件事情，上次朕铁了心要废你，是小婉苦苦哀求朕，说要给你一个机会。他说你应该会接受教训，有所转变。索尔纳，是小婉保住了你的后位，她是你的恩人。可如今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，就这么对待你的恩人吗？原来是董小宛保住了我的后位。哼，皇上，你以为我会感激他吗？恩人，这个下贱的汉女也配当本宫的恩人？真是天大的笑话！她就是给本宫提鞋都不配。皇上这是要干什么？